點樣先可以唔靠時間賺錢？點樣用判斷力代替盲目努力？同埋點樣透過減少慾望得到真正幸福？日日做得好辛苦，但望住個銀行戶口，發現自己嘅財富又冇咩增長喎。試過好努力咁追一隻股票，追一個潮流，結果都係輸錢輸時間，仲要俾人笑你係明燈喎。以為買到最新款電話、最貴嘅手袋就會開心，但係開心咗3日之後，又覺得空虛，又想買第二樣嘢。如果你有試過呢啲情況，恭喜你，今日你聽呢本書就啱啦。因為納瓦爾寶典正正就係幫你拆解呢啲問題，教你點樣跳出窮忙嘅循環，用腦賺錢，用心生活。你聽個書名，以為係啲咩印度神遊嘅說明書？呢本書其實係講一個由印度移美嘅窮小子點樣變身做美國嘅頂尖投資者，仲要係一個活得開心、身心健康嘅有錢人。呢本書唔係教你點樣買6合彩號碼，而係教你一套點樣唔靠運氣致富嘅心法。好，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財富。納瓦爾一開頭就潑你冷水喎，佢話如果你係靠出租自己嘅時間嚟賺錢，咁你一世人注定唔會發達。即係話你喺茶餐廳做樓面，1個月2萬，你做足一世都係2萬，最多加你500蚊勤工獎。點解？因為你嘅收入同你嘅時間掛鈎，你嘅時間有限，你嘅收入自然有限。咁點算好？納瓦爾話你要擁有股權。咩股權？就係公司嘅部分擁有權。你唔一定要開公司，你可以買股票、揸比特幣或者自己寫手機程式。重點係你要有啲嘢係你瞓覺嗰陣都會幫你賺錢嘅。即係你發夢見到林明晶，你個銀行戶口都有增長喎，嗰種感覺就係財富喎。佢仲提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把自己產品化喎。即係你要知道自己獨一無二嘅專長。咩叫專長？就係嗰啲你覺得玩緊，但係人哋覺得你做緊苦工嘅嘢。例如你打機打得好勁，你可以做電競選手或者遊戲測試員。你中意講是非，你可以做娛樂記者或者 YouTuber。你中意瞓覺，咁你可以做床褥評測員。總之你要知道自己嘅獨特之處，然後將佢放大、量產，用槓桿去倍大財富。咩係槓桿？納瓦爾將槓桿分為3種。第一種係勞力槓桿，即係請人幫你做嘢。但係佢話呢種最落後喎，因為你要管人喎，而人係好麻煩嘅生物喎。你請個 part time 翻嚟，佢可能日日遲到，仲要偷你零食喎。第二種係資本槓桿，即係用錢賺錢，呢種好有效。但係你首先要有錢，或者有人信你肯俾錢你。即係你話我有個好項目需要100萬，人哋會問你：哇，你邊位啊？第三種係最新最勁，普通人最易接觸嘅就係複製邊際成本為0嘅產品，即係寫程式、寫書、拍 YouTube、做說書節目。你寫個手機程式，100萬人下載，同一個人下載，你嘅成本差唔多。你錄一集書片，100萬人聽，同一個人聽，你嘅時間都係嗰1個鐘。呢啲就係現代嘅致富槓桿。所以納瓦爾話唔好再分有錢同窮人，要分有用槓桿同冇用槓桿嘅人。好，講完財富，我進入第2章判斷力。納瓦爾話努力嘅作用被高估咗，判斷力先係最值錢嘅嘢。佢舉例，一個正確嘅決策可以幫你贏得一切。你諗下，如果你喺2010年買咗 Bitcoin， 你今日就唔使聽我呢個講呢本書，你應該喺馬爾代夫餵緊鯊魚。但係如果你喺2021年高位追入加密貨幣 Luna， 你而家可能喺天橋底同我一齊聽呢集節目。所以方向比速度重要。咁點樣提升判斷力？納瓦爾話要清晰思考。佢有個金句：真正聰明嘅人係可以將複雜嘅嘢講到一個5歲細路哥都明。你試下同你阿媽解釋咩叫 NFT， 佢可能會話：哦，即係你俾幾萬蚊買張相，你就知道你自己其實都唔係好明。佢仲話要擺脫自我束縛，即係你唔好成日覺得自己好重要，你只係宇宙中一粒微塵。你以為你同女朋友分手好慘，你望一個銀河系，地球都只係一粒塵，你嗰段感情連塵都不如。咁諗你會舒服好多。痛苦嘅時刻就係真相大白嘅時刻。例如你以為自己炒股好叻，點知輸到要借財仔嗰一刻，你就會認清自己原來係一個明燈喎。咁你就可以開始真正學習。好，最後講講第3章幸福。納瓦爾話幸福係一種技能，可以學，唔係你買到限量版波鞋就幸福。佢對幸福嘅定義好特別，幸福就係冇咗缺陷感。即係你唔會成日覺得，如果我有多啲錢就好，如果我女朋友再靚啲就好，如果我間屋再大啲就好。當你停止比較，你就會發現其實你而家有冷氣、有電話、有罐可樂飲喎，你已經幸福過古代任何一個皇帝。皇帝有冷氣咩？皇帝有得睇 YouTube 咩？冇嘛。佢仲話慾望係你同自己嘅一個約定，約定嘅內容係得唔到我想要嘅嘢，我就唔會快樂。
你諗下，你每次出新 iPhone 都想換，換完之後開心3日，第4日又覺得冇咩特別，慾望就係一個無底深潭。你越餵佢，佢越大。所以納瓦爾嘅做法係，任何時候盡量唔好對生活有多過一個以上嘅慾望。即係你一想追到女神，就唔好同時又想發達又想減肥。你專心追女仔，追到先算。當然追唔到，你都仲有可樂同冷氣，其實都已經好幸福。總結一下，納瓦爾寶典上半部分教咗我哋：第一，要擁有股權，唔好成日靠份糧；第二，要運用槓桿，尤其係學寫程式同內容創作；第三，要提升判斷力，清晰思考；第四，幸福係源於減少慾望，活在當下。最後送一句納瓦爾嘅名言俾你：如果你內心鄙視財富，財富就會對你避而遠之。所以唔好再覺得有錢人就係壞人，你都要努力做一個有錢嘅好人。你唔使做到馬斯克咁誇張，但你至少可以做到唔使睇價錢牌就買到一碗魚蛋粉，仲要加底嗰隻。好，今集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記得訂閱、留個好評同埋分享俾你嗰啲成日話唔使做就好嘅朋友。我哋下集再傾，拜拜。